面前的一件一件手工當有嘅竹編飾品，有實用嘅藍，有熟悉嘅合影，看得出創作者當好嘅手藝。顧客本人感動嘅係一種需要靈巧鬆手嘅作品，其實係一個身心障礙者為咗實現夢想，喺披薩開顧客多嘅時間，克服身體限制所換來嘅心血結晶。以前剛開始的時候，都是用了左手的手背夾住，夾緊，安尼破，安尼慢慢破無幾久的，抓手都當然的，那處理磨縫片。30年前，張權文將出血3個月，天公伯就本佢一個命運嘅考驗，腦部麻痹造成身體無方便，只有進修是在自由動作，所以佢到破竹嘅時，只是在用腳式嚟夾血，安尼嘅動作實在本選項嘅人緊張。不過對於張權文嚟講，你係佢盡量克服障礙，慢慢潛出來適合自家嘅方式。當初學竹編的時候啊，就一開始唔知用乜嘅方法適合自家，就一邊學一邊想。新上教嘅時都用兩隻手來示範本眼可能用上破竹。佢左手拿竹子，右手拿那個刀子嘛。那我就想說啊，我的左手磨縫片，那俺都試看來用兩隻腳夾緊，然後右手拿劈刀來劈看看好不好劈。那劈的當中就發現很方便。需要詳細編輯嘅部分，就係一項條件。呢個細節只是在用腳嚟聽手，你係用語言無法度打開嘅左手嚟做。你哋有困難嘅動作，你下做起來當順，唔過係痛苦經驗嘅累積。我本該幼嘅竹機啊，幼嘅出刀手，嘛有辦下嘛手機啊，了手機咯，我啲啊，這都會啦。太行2年生了兩個下，張權文因為對三合院嘅熱愛，自家一個人起了一棟合院式嘅竹餐屋，也因為完成時帶來嘅成就感，本期決定到5年前挑戰更加困難嘅竹編藝術。張權文講，學竹編係佢嘅夢想，也係肯定自家嘅機會。不過當到時節，險次雖然係處理，實也順利保證學嘅客家。又因為自家先天就有2分之1嘅靈法，所以勇氣同毅力必須加2倍。都編的時啊，有辦法都冇做冇好啊。該塑形啊，要編起來，編胴體編起來要塑形的時候，編唔好都拆掉啊，插皮個做過，個插皮個做過，現在可能啊做唔好，佢都會傾啊，又唔做了的啦。去學畫圖對技術來當方便，不過我都對畫圖冇興趣，對倆做竹編倆都有興趣。我經常我一定要克服自己的困難，一定要完成，我一定要很努力去，不管要做幾多擺吼，我都要努力家己做完成。馬個是弄3萬幾萬錢，像此時就自家寫3胸款，無法度用雙手準照，權文同3先前頭手臂，將佢用正手去準。有時一個人頭不卡，膝蓋方面也靠慢記。草草嚟條簡單嘅動作，唔是幾久就是在完成，只係帶頭下崗3項，交通問題將來無卡人聽手。不管我去內位啊，去草屯上課啦，去太康上課啊，去那位上課都我爸爸媽媽在啊呢，在那去上課都交通一無方便啊呢，其他的都很好。張權文講，對於幾日以來，土福卡嘅生活態勢時，都同一般人相款，你下看起來樂觀堅強嘅佢，讀書嗰時，其實是因為自家同披薩冇相款，變解冇自信。我小的時候。
人缘还算蛮好的，都出国国中的是，都一方面是功课的压力啦，一方面是就比较没自信吧，没自信安尼啊，较无甲同学共下讲法啊，共下教安尼，那一方面都慢慢同学都越来越疏远。先讲到以班下嘅活动，劝文总係想辦法本期毛皮勇敢行業人權。看下那之前參加唱歌比賽時嘅相片，此時攏社頭面行。當然，張勸文漸漸了解到，生命嘅路途上雖然沒有無順遂，不過只要樂觀面對，障礙總會消失。每想一家已經失去了某個東西啊，學分一家嘅機會，去努力去完成一家嘅目標。做周邊時嘅張勸文當認真，因為了係佢完成一個夢想嘅空間，亦係延續另外一個理想嘅開始。希望就以後啊，做的作品啊，都能夠較細膩一些，那編的技巧更複雜，這樣子。那希望將來能夠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工作室，這樣，然後跟大家分享，然後把家裡周邊的東西繼續傳承下去。加倍嘅熱情同毅力，天天克服困難。張勸文唔係因為細漢時破片留落來嘅黑圍巾來限制自家，顛倒樂觀嘅面對人生，完成夢想。細細嘅空間地帶，築夢天使當作規劃自家嘅人生。